就可以出阵了。哦，在祭典还没有来之前，你都可以自己出阵，干嘛？去探观，或者有人加入顶头。一个阵头从组织训练到完成宗教任务，所费不赀啊，对不对？非常多钱啊！哦，今嘛一顶上顶啊，伫阮遐一顶上钢顶差不多开要300万至400万。那这么多钱，庙哪付得起？那当然就是要靠民间去赞助。哦，那如果说赞助的多，那正统呢，为了对你表示感谢，通常开馆之后就会找一个时间到你家去排八卦、发菜，来感谢你，这个叫做道谢，这个叫道谢。好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祭典，出祭典的任务，跟着主帅呢出巡去那等到呢整个祭典完成，他的宗教任务也完成了，正统就要解散。然后呢，人员呢，士农工商各归本位，那都有一个仪式我们当初呢有请镇头守护神来入馆，那镇头要解散了，就要怎样？镇头守护神呢再送回去，送入馆送回去是什么意思？早期镇头守护神通常不是供奉在庙里，都是临时从庙外或者从某一个地方请来的，可能是从水里面请来，或从榕树底下请来，或者是神明呢，可能庙里的神明会交代说，宋公爷是对一个所在咧修行，你去遐请，那请镇头守护神叫做入馆，然后呢把镇头守护神送回去修炼的地方，然后把那个寮馆临时搭建的寮馆拆除。叫做小冠任务完成，正头解散的这个仪式叫做小冠。好，这一整套的程序当中，我们渐渐的赋予正统呢宗教性的功能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还是来不及有问题。我们看一下好，这个是暗冠的时阵，这是五正的暗冠，这文正的暗冠。文正的暗冠，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正头，那人员呢就会先进行记忆的训练。